这新闻咱来关心，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全球逐年大约有61吨的海沙被污去。这海沙是培育海洋生物的基础，等于是污糟海洋的能力，安尼会影响生态。怎么每一天，全世界拢有100万台卡车对大海污沙再造，用伫咧人类的各项生活甲建设，对受到海平面上升甲风暴的海洋生物甲沿海社区造成重大威胁。Is the equivalent of a wall of 10 meter high by 10 meter wide all around planet Earth every year, or 2 kilograms per day per person for the 8 billion humans we are.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这项发现，甲由瑞士政府资助以海洋追踪甲人工智慧的新感光平台海沙观测的数据拄好共款，也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人类每年污糟61吨的海沙，是超出海洋家己吞补长期的速度真多。维持海化结构甲生态系统，拢需要一寡海沙。污糟遮尔侪沙，对海洋破坏真大。Sand is produced by very slow geological timescale erosion from glaciers, rivers, and waves, and it takes a lot of time to transform rocks into sand. You are removing all the bottom of the sea, and it's changing. There is no more life there. 海沙观测甲包括北海、东南亚甲美国东海岸一寡较接开采区域，列做观测的区域。另外，亚洲也有一寡地区开采量甲速度也互人真关心。中国、荷兰、美国甲比利时是海沙开采业者上活跃的国家。今年有报道就讲，有超过200台开采船的中国，正在咧开发一种有超性能开采能力的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任务之一是支持环保采沙。去年就呼吁加强对开采海沙的监控，建议停止开采海沙保卫沙，并且制定国际标准。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